提前乡亲高风台形成，这是轻度风台小犬伫今仔日形成。气象署有估讲，风台伫后礼拜4会上划进咱台湾，无排除上紧后礼拜2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也若东部航务中心已经发出公告，受风台影响，10月初2到10月初5，台东来回绿岛兰屿后壁湖来回兰屿的船帮隆重停驶。东部航务中心卖票所在无几个人伫买票，买单要坐船的民众也无多，甲过去真侪人排队的情形，确实是差不离多。东部航务中心公告，10月初2开始到10月初5为止，台东来回绿岛兰屿，也有后壁湖来回兰屿航线取消，因为轻度风台小犬即阵中心的位置伫古乱批东南东远15000公里左右海面上，以每小时13公里速度向北进行。因为所在环境对发展有利，强度也继续增强。有个风台伫下礼拜3了后开始划近台湾，是毋是侵袭台湾？后续要观察风台受太平洋高压影响的程度。3号、4号之后呢，凉空气逐渐的稍微减弱了之后呢，太平洋高压就会牺牲，往西的分量就会变得比较明显，逐渐的接近台湾。气象署讲，以即阵路径来看，较落雨的所在落伫东半部地区，也毋过随风台路径改变，有望变数。不过无排除拜2了后有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可能。气象专家是认为，小犬风台暴风圈是毋是吸到台湾，关键礼拜1风台开始向北大西弯，到时阵路径才较明朗。最接近的时候时间点就是这个下礼拜4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来说的话，到礼拜4的时候还有很大的一个变数，但是影响到台湾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，也就是说可能快的话，可能在下礼拜2就会发布各种的海上警报。气象署讲，正确定的是东半部落雨的增加。北部甲中南部的影响的程度，要看小犬风台路径而定。离风台划近台湾的过程，强度会增强到中度风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